2025新的一年，赖总统就任头一届元旦谈话，强调咱政府会坚定行伫咧民主的路，迎向世界。看年放烟火，台中有囡仔去互落来火壶烫着伤，屏东垦丁有人咧放火纸喷着过路人。歌戏的国宝艺术诞生过身，享受92岁，以一生的戏文总部纪录片，按算今年就会完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5新年1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吉安。2025新的一年，先来看赖总统就任头一届元旦谈话，强调咱的政府会坚定行伫咧民主的路，迎向世界。那针对最近的政治混淆，这赖清德是强调，宪政体制都要用民主来解决。所以嘛，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参加川普就职典礼进前，来自总统府接嘉宾商议国家大事。任内第一遍发表元旦谈话，以民主学习国力影响世界新局。总统赖清德展望台湾的2025年，第一个讲到国内政治纷争。对立法院伫冲突中三读通过选罢法、在违法、宪诉法三大法案，伊认为就要伫咧宪政体制内，依照民主的方式解决。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伊若面对条件严重的对立，赖总统也提出善意，讲伊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伫出发进前，希望会让邀请朝野第三团一来讲国家大事。身为总统，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团结朝野，化解分歧。那我也打算。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在谈会中，赖总统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讲将会继续提悬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加经济韧性，并且深化加全世界民主供应链的合作。伊讲，极权主义若愈积极，民主国家就应该愈团结。因故最近有网红讲，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作为，敢若是欺骗台湾人办中国的身份证。对此，赖总统也向中国发挥。台湾有一句俗语啦，免钱的上贵。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前进中国去拿身份证，怎么样看都不值得啦，千千万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然后走入歧途，因为民主无价，自由不能折现。独独对台湾采取种种的措施，这真的是对台湾表达善意吗？伊若是毋是要恢复两岸关公？赖总统讲，真正做坏交流的是中国，并不是台湾。那中国真正有诚意，竟然会当成就咱方的文旅会，甲中国的海旅会谈判，也强调。台湾真愿意甲中国交流，因果原则是爱对等、尊严、健康有秩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府元旦升旗，今年赖清德是头一届用总统的身份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国民党同款家己冒办升旗，主席朱立伦是呼吁中央，希望两岸卖个对答，新的一年都爱和平。真欢喜的到小国旗入场，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个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典礼，甲副总统萧美琴两个人拢穿着空军的英伦风衫，甲民众最近伫咧凯道唱国歌迎接新年。呼应今年的主题，台湾地主迈向未来。总统府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赖总统喙有小可开开，边的秘书长潘明安是全程喙拢无震动，顶多是萧美琴正大方的开喙做伙唱。伫咧结束了，赖总统也特别甲行政院长杜英台，一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握手致意。因过杜英台甲韩国瑜两个人是自头到尾拢无互动。替台湾加油！
对于总统府头前的升旗典礼，民众党表示有收到邀请函，也过是照往例由首席的中央委员林富南代表党主席郭文哲参加。另外，国民党是伫党中央甲举办升旗典礼，请总统欢迎九也来参加。面对国会一直发生冲突，朱立伦点名执政党伫过去1年制造条件的对立，在民进党强力的杯葛，甚至用暴力的手段之下，我们立法委员团结一致。让25年来没有办法修正的财划法能够顺利的通过，80岁以上免84量表能够顺利的通过。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尤其是赖清德政府之下，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斗。这个斗才是国民党的代表字。扩权法案斗官员，暴力攻击斗立委。总预算拖延和选罢法斗人民，而赖政府是另外一个斗字，与国际盟友斗争合作，和人民斗阵站在一起。那也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另也是强调所谓政治纷争，拢必须伫咧宪政体制来解决。另外，朱立伦也讲到两化，强调求同存异，两化才法度和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金华城甲政治现金的官司，检方是搁再提出控告。郭文哲今日正式宣布要辞掉党主席的职务，交予黄国昌来代理。郭文哲嘛强调讲，伊世人拢会是民众党的党员兼志工，拜托支持者莫因为伊的请辞就来退党。下午会预计请辞党主席。北检就提出抗告了，会不会担心？面对媒体探问，态度是真低调。无讲话就坐车离开。2025年头一天，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透早就出门，要去台大新德分院看因老爸。去病院看因老爸了后，郭文哲甲因老母何水英做伙去城隍庙拜拜求平安。加油！我相信你，大家平安呐，希望大家都平安。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蛮早就出门了？8点多就出门。来看他爸爸了。结束新德的行程，郭文哲上北主持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议，嘛正式宣布请辞党主席。我已经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辞，那也非常谢谢所有中央委员都支持我请辞的理由。我个人是推荐黄国昌代理党主席的，那他个人的政治的经验能力，还有在立法院的表现我想大家有目共睹了。他不是不爱我们台湾民众党。他是因为爱了我们，才做出这个选择。他不是离开了我们，他是离开了主席这个位置，但是他的精神跟我们永远同在。郭文哲强调讲，伊是民众党中心的党员甲志工，嘛拜托支持者莫因为伊请辞就来退党。因外界嘛关注台北地检署2届提出控告，其中讲到郭文哲等人交保在外，可能影响重要证人的讲法。这一届蔡壁如就选择无爱加讲。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这个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检调又要提抗告，那在侦查这件事情，我想我就不多发言。民众党中央党部嘛组织侪支持者，也请假无请辞等等的标语，甲郭文哲相挺。郭文哲讲，2月7日新的中央委员就会上任，新的党主席选举的结果，差不多伫2月7日迄卡头就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台湾跨年世界出名的台北101宴会，今年是用世界12强台湾棒球世界冠军的转播声来甲点互到360秒的精彩无冷场。新的一年，新的制度嘛要开始，基本工资起到28,590块，健保费调整，税处要扩大补贴，咱做回来关心。在日本的东京巨蛋4-0完封了27连胜的日本队。彰显历史性摕到冠军的积极性，互人真激动的棒球12强正组，今年台北102跨年宴会注定全长360秒宴会秀，比去年更较好看。
璀璨的烟火，照度夜空也向台湾英雄致敬。2025年新的第一日，外交关系民众前底甲宽裕新制也正式上路。税厝的人，其他的租金补贴为今日开始开放申请，补贴总户数为去年50万户增加到75万户，那满都未阁增加。受灾违法修正的影响，会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经费来进行。那这个部分包括国函经费，好2945亿，拨补劳保的经费1200亿。租金的一个补贴400亿。在民生消费方面，基本生活费免税也拢调悬，劳保费率调悬至12.5%，基本工资也起，每个月为27,470块，调悬到28,590块，每点钟基本工资为183，起到190块。其实连续第9年的调涨了哈，那预计这次调涨会有257万的劳工朋友会受惠哦。起上计工资，连带影响民众健保费、投保金额调整了，剩28,590块，甲28,800块两级股，有共影响811万人。另外，做公费流感疫苗会扩大，也扩大感情体检服务甲对象。公司记者综合报道。新年新开始，基隆市是宣布针对20个较高发生过路事故的路口加强执法。亚汤市是公告29个路口加设科技执法，掠超速加冲红灯。而且若该按人讲，若无经过认证，嘛要加重处分。对高架桥落来车速一直真紧，不过贵人成功一路这路口因为无设置交通护持，开发生车祸，若是有老大人要过这路口，也可会互车弄到。这边出来反而是它会慢，啊，可是你桥上下来的速度，下坡重力加速度会不会快？很多人都会出来买菜干嘛的啊，这边很容易出车祸，所以他那边现在有设一个，请注意上桥上的车下来。为继续推行对过路人友善的政策，贵人市府伫包含这路口这20个无护持路口增设警示的设施，提醒用路人。市府也对人较侪大路进行扩坑处理，希望多方加强减少事故发生。行人有序的部分，我们现阶段我们也请警察局远景在比较重要的路口去针对这个宣导那有一些很明显的部分，我们市政府会推动有裁罚。那贵人市府作为通市府是伫开发生事故路口新增29处科技执法，其中27处会使当时拒发超速、抢红灯等多项违规，希望民众开车爱小心细腻。也是要注意啦，被检举也是没办法，自己先违法在先嘛，对，就是这样子。另外，通市府也提醒骑机车的人，若是车主改讲无完成登记认证，相关的罚5400块；若无改善继续开，相当罚3万块。看年阿嘛已经开始全国头7张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跨年活动咧闹热，嘛发生几啊件意外，亲像台中市的跨年宴会，因为炮管燃气烧歪去，一个囡仔叫6代火夫烫着伤。槟榔的垦丁嘛有人把宴会火珠啊去喷着过路人。金门县的跨年无人机表演，这风烧头煞飞袂起哩，也未到算时间的这站，这表演就提早结束。跨年会射出去，随到一挂火车对咧喷伫涂骹，民众看到随头毛就紧走。台中市政府伫中央公园办跨年活动，元旦头早放烟火发生意外，6台火车造成一个6岁查某囡仔烧烫伤，公园附近的空地嘛出现火灾，现场民众拢甲手机摕出来翕乱伤。台中市消防局调查发现讲，疑似是放炮管固定的铁架落去，才造成烟火大射偏，会照炮烟火管理条例罚抢伤10万。经查系烟火炮管固定架松脱而歪斜，导致烟火未能垂直发射，误伤警戒区外的观赏民众。本局将因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第16条第4项及第29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针对释放厂商处以新台币10万元的罚款。屏东的垦丁街跨年暝嘛无平静，有民众放烟火，无细字去喷着路边的人，还有人伫咧打围头前放烟火，结果双方对冤家变作相拍，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场，甲涉案4个人照伤害毁损妨害特殊罪罪，移送屏东地检署。函请接获报案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场，将在场犯嫌全部带返侦办。检询后，依伤害、毁损、妨害秩序等罪嫌，
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深恒超的 logo。今晡跨年晚会嘛，发生一堆问题。除了表演节目提早结束，结果离倒头上的时间佫差30分。上尾一个表演的无人机嘛，技术因为强风无法度飞到预定关岛，造成导和文字是哩哩啦啦。它的规模有点小，而且它空拍机摆出来那种不是说很明显的，就是图形看不出。对啊，图形看不出来是什么。另外，有当地市集单位嘛，不时一直传出跳电的问题，让民众是真失望。各地跨年活动好歹是差真济，嘛，互地方政府是无用的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呀，伫咧台北市的跨年，昨线场是有民众讲看到边仔大荧幕，煞是咧放这中国央视的节目，引起争议。市府这边是紧出面来解说，讲是工作人员的严重疏失，后续会严格来追究厂商的责任。跨年暗暝，有50万民众来到台北市政府广场观赏101烟火。不过散场时，有民众发现松寿路这边大银幕播送的纪念是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跨年节目，甲画面铺上网了后，网友讲，敢无害客咧，也是用统战啊，引起议论。下晡登来到现场，转播表已经互工人来拆掉啊。不过，绝大多数民众拢认为，伫咱的首都跨年活动来播送中国节目，确实无啥妥当。好像不太妥了。我们台湾应该也会有节目可以播放，为什么一定要播央视？我觉得之后可能可以再多注意这样子。要叫主办单位出来说明啊，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啊？而且你是在首都诶。对此，台北市关团局说明，这是工作人员严重的疏失，会依照契约规定对承办厂商处理追究责任。承办厂商也发出核实的声明，讲伫仪体设备撤收期间，因为导演机厂商的笔记型电脑无甲 YouTube 自动轮流播送功能关起来，意外转播，毋是这摆活动的内容，感觉真失礼，会加强督导，并且提出明确的改进。好好的一个跨年晚会，结果荧幕上却出现了中国跨年的这个活动的影片，这让在场的市民都感到相当的傻眼。以后台北市政府在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应该要特别要求厂商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才不会有这个非预期的画面跑出来。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拢讲，任何大型活动拢应该最好完善的规划，好让北市府爱记的这摆错误。廖委会是讲，这摆甲进前台中市新兵05专车顶面有司机家己报送中共宣传片同款，拢真无好。希望相关单位应该负起责任，好好来核实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已经连续办几啊场演唱会，附近真侪住户拢在怨讲演唱会咧办，这厝内涂骹拢对咧震动。即马甚至个传出讲隔壁的上山分厂壁甲砖啊，拢互震甲闭去。这文化局嘛表示会赶紧安排派人去会勘。查宾一直咧海吊顶嘛一直摇，这毋是第档，是台北大巨蛋阿妹跨年演唱会咧唱歌的时阵，四khu地下居民因厝拢疑似因为演唱会一直咧震动和害来害去。电梯都已经摇到不能进去，不敢进去坐。有时候一摇可能摇个10多分钟啊。不过大巨蛋开演唱会影响的恐惊唔那是生活环境。台北市文资委员詹添全讲，大巨蛋边仔的市电古迹上山分厂，结果壁面的壁棚是愈来愈大，以后有市府爱重视。元旦假期在松烟古迹区可以看到游客是人来人往，不过在这个装置艺术后面的这一栋建筑物，在去年4月发生地震的时候出现了2道裂缝，不过最近疑似这个裂缝的缝隙越来越大。没想到我们松烟现在受到大巨蛋的影响这么严重，而且破天在起，这个裂缝开墙壁的那个地砖也都被震到开裂掉下来。文资委员刘宗德嘛建议讲，未来若是震动的活动，就不应该伫大巨蛋出租的范围内，应该回归体育活动。文化局最近会找体育局和万雄公司这单位来办理现场的会勘。因噎废食的感觉，大巨蛋反正它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些活动，更好的配套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对于未来松烟古迹建筑的冲击，规划未来的一个修复工程的重点的补强措施。结果技术认为讲，大巨蛋在设计的时阵考虑到强震的问题，有乌深地下站来降低影响，但其实强震无亲像地动遐尼严重，主因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地形。大鸡蛋或者小鸡蛋上面所产生的一个震动有没有？对土壤有没有？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共振。市务卿认为讲，强震的问题和上分古迹损害之间的关系，佫需要观察。上山文创园区是表示讲，大巨蛋办演唱会时阵，
间有电机损场，有当时会看到茶汤震动，但是初步确认对古迹建筑无影响。接落来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一年，同款是每一年拢爱算的，算看今年元旦有几个婴仔出世。伫咧台中的某性病院，去年元旦拢总有7个婴仔出世，不过今年的元旦等一透早，煞干那等着2个。这嘛可能就是表示，即马少年人愈来愈无爱生囝，台湾少囝化的问题恐惊愈严重。来到人世间，元旦早起8点33分出世的查甫婴仔，重2900克。护士阿姨抱着咧，先甲妈妈来拍招呼，要确认伊有健康无。欢喜迎接心肝宝贝，爸爸抱着咧是愈看愈欢喜。不过爸爸也是希望后生生妈妈较好。像妈妈好一点啊，不要像我太调皮。位伫台中的某性病院早就传好，亲像2包的枕头要送互伫元旦出生的这红婴仔。不过，甲去年元旦接生7个来比较，今年顶半天敢若接生2个。院方讲，今年龙年恐惊出生率是增加，出生率上悬的龙年有超过42万的新生儿。顶一摆龙年也挖过23万人，今年恐惊出生无到13万人。本来在龙年的话都会止跌回升，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产生，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当然生不如死，这个已经没办法反转。国内新生儿人数连续8年负成长，109年也超过16万人，不过112年已经落到13外万人。去年到11月统计，新生儿有12万2360人，那12月出生数无够多，有可能继续连续创下9年负成长。妇产科医学会指出，低出生率甲社会甲经济条件有关系，也若晚结婚甲晚结婚，这个影响也是真大。现在人都30几岁才结婚啊，受孕率跟20几岁的人比起来，其实就比较低了。等于是能够受孕的能力跟时间都比以前要少1半以上。很多人就会不敢生，或者是不愿意生，7折8扣下来的，跟以前比就剩下1/3了嘛。中医台新竹妇医早起9点半进前，总共出世5个自然生产的元旦的红婴仔。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特别到病院来恭喜，院方也送这个伴手礼。某性病院讲，未来5年新生儿人数恐惊会落到12万5千人。未来避免新生儿人数继续降低，政府需要提出有效的社福加入港的政策，才具体作为。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新的一年，台北市动物园嘛有新人入厝，是5只公的鹰狗。这鹰狗有的是走私的，有的是违法饲的，即马拢来到动物园遮，要展开新的生活。为黄光石路会当看到鹰狗八关八家，边仔有几若只可以伫箱仔内底耍。2025年元旦，鹰狗正式出现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和同款是野生性动物的草尾猪如虎狗大做伙。伫台北市动物园鹰狗有5只，全部拢是公的，不过因拢是违法放早入来台湾的。2批的话，大概是就是从县市政府有从民众非法饲养那边有查缉进来，然后另外有1批的话是从海关那边，就是机场的从外面带进来的。针对保育等级较悬的动物没收，动物园会收容，不过数量无济，干那两车白虫类就超过1000只。那另种类鹰狗是非洲动物，体型细细只，不过目睭甲耳仔拢大类解高水。其实民众无应该饲，若无专业的知识，颠倒会害着因。动物园表示，这鹰狗是群居性的动物，若干那饲一只会影响到因的社交发展。另外，提供的食物嘛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可能为了也许就是水果啊、蔬菜啊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野外他们一定要必须吃到的食物，那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一些健康上的议题，过胖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都有可能造成它一些疾病的产生。这阵鹰狗住在大理馆，最近嘛有一只动物引起关注。来看这只树蛇，看到人是完全唔惊，佮会倒挂为树仔爬来到栏杆的树花顶悬，动作介美丽。这只树蛇几工前爬树机的时，无细致摔伫咧游客身躯顶，加在这游客和树蛇拢无受伤。园方嘛咧评估，敢要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维护安全。记者林静梅、彭耀祖台北报道。过新年，台湾时间过到就换西方国家，纽约的时报广场嘛照惯例倒大绳放水晶球，巴西放烟火是绕日甲美术嘉年华。
纽约时报广场的民众是现场升放礼歌，代表加2024讲再见，迎接2025年的来到。将在民众国学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有名的胜利的针，不管是结婚足久的，还是同志伴侣，拢在这么欢喜的气氛内面享受跨年的气氛。这种场合当然一定要放法兰克辛纳区在1980年推出的名曲《New York New York》。2025年美国上重要的大代志之一，就是川普要在20天后返来到白宫上任。川普的家族照管咧，在佛罗里达州的徛家举行跨年 party， 除了川普一家伙仔3代，包括大选内面大力挺川普的马斯克，和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等亲川普的共和党党量级人士拢来。现场的记者要问的重点，嘛是川普未来的内阁人事和政策。I think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5 weeks. It's been pretty amazing when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ed. There's a whole light over the whole world, not just our country.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happy people. Well, I think we have great nominees. We're d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I think most of them are being thought of very highly, just about all of them. 各队男兵来到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区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大道放跨年烟火，几十万群众甲广场和西克里亚街都客甲满满满。当然，红叫就是三八之都的巴西第2大城里约热内卢，嘛有一大堆群众来这开 party， 还有人是特别对阿根廷来的，做伙来这看烟火表演、唱歌跳舞。Más me gustó el tema de los fuegos artificiales. Es hermoso. La primera vez que los vemos, la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pero es recomendable para venir, para volver. Hermoso todo。因为各地的时差，跨年暗会是对纽西兰开始一路往西，驶过亚洲、欧洲、美洲，落尾是太平洋地区。伫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落尾会是全球上尾一个来迎接2025年元旦的所在。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全世界欢喜迎新年，不过中东地区罗西亚甲乌克兰也继续咧烧战，百姓是有路无厝，指望世界赶紧和平。饭店过都是2025年，济以色列的少年人伫耶路撒冷的马哈尼亚乌达市场唱歌跳舞。警方讲迎接新年的第1分钟，就有2粒火箭为加沙射过来，1粒有砸落来，另外1粒落伫空地啊，并无造成灾害。现场庆祝的气氛也是真热。Get to celebrate with a million amazing people here. They're really good at waking us up, but if I'm already awake, then what's the problem? 以色列的民众欢喜庆祝新年。加沙的百姓生活是真艰苦。联合国31发表一份23页的报告，讲以色列以反恐怖主义为理由，大动作攻击加沙走廊的病院，已经致使当地医疗体系强迫崩盘。各界真烦恼以色列敢是会遵守国际法，嘛列出因可能犯战争罪、甲反人类罪。毋但是加沙，以色列甲黎巴嫩南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嘛连续交战13个月，一直到去年11月底才达成停火的协议。目前局势真无稳定，也是持续有冲突。济有路无厝黎巴嫩的百姓，敢若会当希望新的一年会变较好。镜头来看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烟火是真水。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的头一个新年，是过去50年来从到大毋捌有的新气象。伫阿塞德独裁政权的时期，红关伫塞德纳阿感觉，即嘛有巴勒斯坦的犯人放放出来，因总算倒去甲约旦河的西岸，甲厝内人团圆。那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民众也入去市中心庆祝新年，欢喜的气氛嘛甲往年同款，希望会当量早走向和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夏年梅，犹原伫宵禁当中。泽伦斯基夏年演说讲，会伫新的一年尽全力结束罗西亚将近要3年的入侵，嘛相信美国川普新政府会继续甲基辅徛做伙。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欧洲新兴国家的一批国家互相无边境管制，会使自由往来。今年开始，佮新增加罗马尼亚、佮保加利亚入会，这版图是扩大到29国，人口数嘛达到4.75亿人。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国的内政部长，伫下年的这一暗，拢出现伫边境的检查站。恭喜这赛车的人会当唔免落车查验证件，直接通行。За двете държави България и Румъния това е ед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успех, който постигнахме съвместно на база на доверието и на усилията, които положихме през тези години. 这2个伫东欧的国家边境相连，大家要过境的车数量是真大棚。2国各界30个检查站，为着要检查证件，大家排队拢是排甲落长。
这两国从2011年就开始申请加入新禁区。后面新冠局伫去年12月12正式投票表决通过两国的申请案，而且决定伫2025年1月7日返点过开始实施。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007年开始就是后面的新冠国，2010年就已经有加入新禁区所谓的条件。会拖遮侪年，关键是因为奥地利甲荷兰对非法移民偷渡过境的问题有疑虑，嘛因为安尼，海空边境的新禁区为去年3月份就开始实施。陆地新禁是伫咧两国甲奥地利签署协议，答应会加强边境的管制了后，才有具体的结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024年12月31日，巴拿马运河移交25周年，巴拿马政府盛大来庆祝。那针对川普政权讲要甲运河主权摕倒转来，巴拿马总统是搁再表明讲，这条运河就是巴拿马的。那针对这几年运河靠岸无水、运金起价，这过路费嘛可能要对咧调起。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移交管辖权届满25周年，巴拿马当局伫3日举行真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总统穆里诺亲身担任升旗手，和代表主权的国旗伫运河管理总部搁再升起来。Hoy vemos la bandera panameña ondear libremente, como si hubiese estado ahí por siempre. Es importante que nuestros jóvenes conozcan y mantengan bien presente el altísimo costo de lucha y sangre que implicó izar esa bandera en ese lugar como señal inequívoca de soberanía.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通过巴拿马地级是连接太平洋甲大西洋的通行要道，由美国伫1914年修建完成。美国前总统卡特1977年签署条约，同意伫1999年甲运河的控制权移交予巴拿马。由卡特几工前拄过身，莫里诺也调讲讲到这段往事。Y una tristeza que nos invade por la muerte del presidente Jimmy Carter, quien junto a Omar Torrijos y las generaciones precedentes tuvieron la visión y la nobleza de recorrer el justo camino para que el canal tuviese la nacionalidad que correspondía, la panameña. 莫里诺讲，巴拿马拥有巴拿马运河主权，这点永远未改变。也正因为巴拿马采取中立的管理立场，维护具有战略地位的巴拿马运河，牵涉入任何冲突，世界各国才放心。而且为搁再回应川普进前讲要收回运河的威胁，也对川普暗指运河即阵由中国军人非法来掌控。莫里诺讲，这是真含糊错误讲法。巴拿马运河对巴拿马经济非常重要，大约占政府年收入的1/5。这2年运河地区因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靠岸真严重，造成船只通行受到阻碍，运费提悬。这样当地气候条件虽然回归稳定，不过外界预期进入新的一年，运费有可能会继续起价。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来看台北跨年一空的放烟火，超过20万人来去，这活动结束，收煞工课接续就开始。环保局是隆重出动785个清洁人员，清出25栋的粪扫。目前是剩舞台部分，按算明仔透早6点进前，就当拆刷恢复交通。东区，然后离开，赶快，而且往后走。台北101跨年活动结束，元旦即天，拆除101跨年舞台的业者，规工拢咧无闲拆除作业，边仔嘛围开封锁线，爱经过民众唔通越近，才袂危险。我们从马来西亚来这边，就是要来这边拍照，而且然后就施工，就没办法在那边拍美照。原本是想要在这边，然后拍101，然后打卡这个彩虹道，然后今天就感觉不是很方便。台北市政府公告，目前市府路甲成仁爱路舞台也未拆刷，所以元旦也是禁止通行，如果要等到拜四透早6点过后，才会恢复通行。也若即届台北市跨年烟火吸引超过20万人去看，活动一结束，收煞工课随开始。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跨年活动结束，就随派780个清洁人员、44台清洁车去做清理作业，拢总清出来25栋的粪扫。环保局嘛学了民众愈来愈有环保意识，照期间分类，免1点钟的时间，清洁人员就甲活动现场的粪扫整理好势。甲往年比起来，较无咧黑白等咧涂骹啦，因为阮队员咧结束的时阵，拢会甲迄个粪扫地啊拍。
另外，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跨年暝冒掠着9件乌白党熏头的违规，其中8件伫咧夜店门口，1件伫咧大巨蛋。环保局提醒民众，若是乌白党熏头，会当罚3600至6000块的罚金。提醒民众唔通违规。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迎接2025头一逝日头光，屏东的垦丁、花莲的七彩潭、甲台东的太麻里，对昨半暝就真侪民众开始咧等，不过今透早的焚烧狗是拢总看无。半暝乌索索，敢若返来大上光，汽车、乌多摆踢踢踢，这是屏东垦丁龙盘公园，县府无伫遮办关灯活动，要是声袂少民众来。并透早就是等要看新年日头光，煞因为焚烧狗等几点钟，要是1点仔拢看无。2点半就来了。第二次去年也没有，去年也是靠他，去年也是靠他。马就千人走来龙盘公园停车场，踏甲车烧弄。今年屏东办走标活动，带民众迎接日头光。慢慢的回来。要运动进前先春运，民众规口走出来加流水迎接日头光，同款因为天气歹拢看无。到本天看，很开心。风景漂不漂亮？风景很漂亮。台北天文馆日头光自信显示，台湾本岛上早日出伫鹅銮鼻灯塔是早起6点34分24秒，才线往花莲台东。伫台东海滨公园、太麻里、花莲七彩潭风景区周围海沙堡，拢有民众等要看。它云层嘛，云层其实基本上有点太厚了，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拍不太到。云层比较厚，有一点点小失望。还好啦，反正就是早起来走走。全台湾拢因为焚烧狗看无日头光，台东甚至已经25年毋捌看过。不过民众认为，就算看无新年日头光，当作来行行咧嘛袂歹。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一年，总统府开放参观，真侪人伫咧总统府外口排队，要摕总统大清地本的春仔甲红包鹿仔。这今年总统的春仔是写六顺好春，要祝福大众新的一年六六大顺，好家有春。今晚你按对来，我有新店，新店来，嘿是，哦，你老空间。 2025年元旦，透早侪侪民众来到总统府，领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发的春仔甲红包鹿仔。有民众对别的县市来，也有民众看年了规暝无困，就来到总统府外口排队。现场是排甲热热长，一个一个在等安全检查，要入去内底参观领春仔。睇到的民众心情嘛真欢喜。伊就去跨年，跨完年后就来升旗，升旗以后就想讲来提春联安尼。有啊来无？ 因为头一摆做迄落带豆皮的红，迄落人阮厝迄落也人看。民众展开总统府的村仔，面顶大大字写“绿树好春”。这是赖清德、萧美琴上任头一年所做的村仔。总统府有特别解释讲，这是台语“六六大顺，好家有春”的意思，望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通事事顺利。另外，总统府为新年设计贺年卡、红包鹿仔等等，这顶头也有总统、副总统亲手画的狗仔甲猫仔。 那我们都知道，赖总统是狗派，然后萧总统是猫派，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邀请他们的来手绘这个猫跟狗的图案，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表现说台湾是一个就是有爱动物，然后植物多样，一个幸福自由的国家。 总统府表示，民众除了通伫元旦总统府开放的时间来领春仔甲红包鹿仔，搁来伫新正年头正副总统到各县市公庙参拜的时，卖发予民众。也若总统府是一直到1月24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间，拢通领会到。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跨年101放烟火，所有民众发现讲，这高速公路沿山路段原本咧看路的状况，这监视器镜头哪像去哦内部人员甲划起101。 对人来看烟火，高公局今仔是随出面来回实咧，讲已经经过相关人员，卖加强训练。台北102来跨年烟火秀，这摆放时间有6分钟，配合光雕，吸民众来看。啊，不过网友发现，放烟火时阵，国道1号沿山段12支监视器的镜头，竟然有7支直接登到烟火秀，亲像广播直播的做法引起讨论。监看路况是为了行车人的平安嘛，交通流量的问题嘛。他把监视器移到去看烟火，好像就
不正当的。你的工作就是要监视路况的人，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一定会有人认同不认同啊？像我这个人是感觉是不是很认同。过去的跨年暝，高公局大部分的宣导提醒民众，若驶伫国道的时阵，唔通放慢车速，或者是停伫路径看烟火，影响行车安全。啊，若无会当罚。民众认为，即马监控人员做法，确实观感无好。他把太多的摄影机都转到烟火那个地方去了。我有在特别告诫，会有民众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监视到国道的路况啊？其实我们还是有部分的摄影机在监看这个国道的行车状况。学者认为，路况监测会用地面监测器为主，监视器监看做辅助，查看可能影响路况的因素。啊，不过高公局会室内强调，国道监视器会以车流监看为目的，不应该转向甲路况无关系事件顶悬。已经各界运作人员会各加强人员的教育。公视记者综合报道。歌戏的国宝艺术诞生12月31过身，享受92岁。诞生在世时做小生出名，注重鼓乐戏，退休了后嘛拍拼传承。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伫咧诞生在世时，有透过口传讲戏剧本采集，要替诞生艺术拍一支纪录片，按算今年会当完成。你本是如来佛祖所显的金贤祖，如今事情已经完完。这是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伫咧讲册戏三宗出世内底为观世音菩萨配音的画面。这出戏是诞生的拿手戏大家出之一，诞生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认为学戏、做戏拢着认真。伫咧2024年最后一日12月31，诞生逝世，才到92岁。学习就是咱的根本，所以有当时我学戏嘛，感觉。我家己会使讲，我嘛不只啊认真。诞生1933年，伫新北市新庄出世，自细汉就伫永和戏班永乐园大汉，后来洪栽培转小生。诞生真注重鼓乐戏，少年时捌甲台湾第一科段廖庆基做伙组歌剧团，两个人有70几年的交情。伫咧知影诞生过身的消息了后，嘛会感觉真悲伤。特别若等到老艺人无伫啦，老师就会甲我讲。伊哪会使比我较早走？啊，对我来讲，上无有学一出老师的拿手戏安尼。阮今年已经其实纪录片嘛拍要一年啊，阮基金会嘛在争取讲能不能够甲老师以口述剧本诶迄个3种出谁家的物件，也包括读剧。整个整理出版。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表示，在诞生老师在生的时，自2022年开始，应用3年的时间，甲诞生8台经典的戏出，透过这方式记录落来。嘛，规划伫今年完成纪录片，互社会大众拢通认捌诞生这位台湾国宝级的艺术。另外，文化部卖办证用证纪念伊的贡献。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出名的政论网甲画家渔夫本名林家佑，12月30因为肝癌过身，享受65岁。渔夫有网甲画家、作家、政治评论家、主持人真侪身份。2008年时开始徛基伫台南，面册定定的刊文写伊对时事的看法。另外，嘛介绍台湾的好食物，讲台湾文化。伊的家属今日伫面册公布伊过身的消息，各界人士拢表示唔甘。再来看台中的巨业交通公车，去年9月弄死一个大学生。台中市府当法收回300号的公车经营权3个月。交通局表示，伫咧收回这段期间，这业者的投诉甲违规是都有明显的减少。嘛，同意业者300号公车会当恢复出班。公车网站和民众上路车，台中市巨业客运公车去年9月因为弄死东海大学女学生，互收回旗下300路，营运路款3个月。元旦即天宣布复开，民众看法无同。就3个月那个新闻过了就过了，但是那个人命就停在那时间，我觉得3个月太短了。那我觉得如果说他要符合，然后议员这边有在追查、有在把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区域交通305公车，去年9月2日暗时经过中区对立川东街到外中山路时无做好停看开，直接弄到行伫的花条线的女大学生，造成一死一伤。市府除了动罚业者120万，也收回台湾大道、黄金路线、三宝路路宽3个月。交通局调查这段期间，区域交通和民众投诉行车安全案件、甲违规案件数落下降，面顶行车安全已经改善。经台中市汽车客运审议委员会审议决定，同意业者伫元旦即天复开。持续的教育训练嘛，这一定基本上的嘛，然后还要邀请警察单位在进我们现场指导嘛，然后还有在路口稽查这个部分，都派人去做这样。近3个月，居业交通人民陈情案件涉及行车安全件数，稽查机关庭中居业交通违规案件数皆有明显下降。考量居业交通行车安全已有改善，决议自114年元旦返还居业交通300路营运权。市府强调，虽然同意区域交通300路复开，不过依然继续观察业者行车安全改善情形。若发现重大行车安全的事件，会评估再收回路线营运权，也要求全市客运业加强公车司机教育训练，确保大众运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警察局统计，去年9月到11月诈骗案件，范围有将近17%的受害者，拢是伫咧科技公司上班的，而且因为呢薪水高，平均一个案，这损失就到480万起跳。警方手提工具破门，入去房间了，随甲人压伫面床顶，因为伊是诈欺集团的成员。专门找新竹科行区上班的民众做诈骗的目标。他们还以朋友的名义寄售一支全新的 iPhone 14手机给我。他们都有教导我不要跟行员说是投资股票跟贷款，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过。要说是付工程款，比较不会被起疑。在多次的会谈跟面交的过程中，先后我投入了新台币约1100多万。根据新竹市警察局的观察，科技人员渐渐成为诈骗集团拐骗的目标。因为根据统计，9月至11月，新竹市1363件诈骗案当中，有228件被害者拢是伫科技产业食头路，互人诈骗的金额有1亿8000多万，平均一件就超过480万。警方认为，因为科技业的薪水较悬，平常时生活也较单纯。以同样这个科技业。被害的状况，那新竹市的科技业，它是全国平均科技业被诈骗的2.4倍。以往受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假投资，但是假投资它在前一段会遇到假交友的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结合式、复合式的这种诈骗行为。警方宣传反诈骗，现场也邀请科技产业加入预防诈骗团队。科技公司也答应会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训练，增加员工防诈骗的知识，唔通互人骗去。不管电信单位或者是金融单位呢，他们已经被利用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那这中间呢，怎么样有技巧的能够找出一些异常的现象？警方表示，人人拢需要提升防诈骗的知识。这跟年会职业学历无关系，因为诈骗集团的部署直变，要透过政府、民间企业以及社会互相合作，才当降低民众受害的风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来看飞行机顶的空服人员，这查某的敢一定都爱穿裙。华航对今仔开始已经换新制服啊。不管是运务人员、票务人员、甲空服人员，拢会使照家己意思来穿制服、穿裙、穿裤，袂阁强制。坐车来到小港机场，华航的机组人员落车，赶行李进入管制区。头一批空勤人员大部分是穿裙，另外一批机组人员有袂少是穿短裤。比较寒冷的地方，保暖性也比较提升。然后在工作上面也比较利落，活动度也有很大的提升，安全感也提高很多。传统就是旗袍，那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侧边的开叉，那蹲下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叉的部分会有一点往，就是会比较就是蹲下来会高一点，所以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
华航讲，从元旦开始，路线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包括上山、桃园、高雄机场的空服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拢会当自由选择要穿裤或者是穿裙。让同仁自己选择，他们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他们在3套的制服里面，他们可以选择有1套裤装，或者是有2套裤装。空服员认为这长裤的布料穿落不了舒适，嘛会烧，而且伫做工课的时阵，若需要裤类也是压类，嘛较有安全感。华航是算是做得比较帅了，我们算蛮乐见其成的。那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华航的案例，可以让其他航空公司赶快跟进一起改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去年捌讲，咱国内6间的各家航空公司，敢若有虎航制服有长裤，这个华航的改变，嘛希望会当带动其他的航空公司，尤其欧美国家大部分的航空公司，拢已经开放会当穿长裤。日本跟韩国的比例嘛袂少，希望台湾嘛会当量早全面开放。对他们来说，工作上也比较方便。比如说在服务旅客上面，我也觉得裤装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做事。这样很好，这就是可以自己选择，就是不会受以前那种限制。空服员等等的工作人员上班穿长裤，旅客嘛真认同，互因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会当更加流利，嘛提供更加周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咱若是有机会来到芬兰北部的拉普兰，除了会当来拜访耶诞老人的故乡，当地还有一种新的饭店，就藏伫咧墙内，是利用窗仔反光的原理，互规个房间袂输着美伫咧内底同款。观光客拢烧坐来遮看，即马是逐工拢客满。在拿破仑首府罗瓦涅米郊外的这个墙仔内面，有一间看起来清气阁简单的玻璃厝，四面反光的落地窗仔，照出随风在摇的树影。和这间旅店是真正掩心伫个墙仔内，游客踮伫个温暖阁现代化的室内，就会当把这规片自然美景拢总欣赏到。You can see the forest here, and nobody can walk in front of your window,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the silence, enjoy the view. 开这间旅店的主人是一对真爱大自然的翁仔某，因为着互旅馆和大自然变做一体，是开真侪功夫。Our first idea was to make wooden logs houses, and we did the first version of prototype, and we saw that it's not melting enough, so we decided that we have to really melt them in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rees by reflection, not decreasing them by the cutting around. 除了含窗仔外的美景真烧我，这个旅店内面酒吧含三温暖这设施拢总有，甚至伫户外的顶斗阁会当浸温泉，而且这离罗瓦涅米市中心敢若10分钟的车程，旅客只要一日就会当离开城市来遮放松。But anyway, our main guests are nature lovers, those who want to stay in the nature, but still not far from civilization, so they can have all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nd also not ready to give up of the luxury. 这间旅店因为安尼是诚真侪网青来遮打卡，不管是寒天还是热天，会使讲逐工拢客满，变做罗瓦涅米另外一种特别的景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15度到20度，南部地区16度到20度，东部地区15度到21度。高岛地区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